隨創業重實現夢想揾 Upro。卡哇伊哇溪，專家開心健康快活好豐收。喂聽揀得到好，終於找到健康寶。Upro 數你轉個步，理想今天我達到。和諧健康有譜，全港知醒像我的家。Wake up，哇開 ，Wake up，卡哇伊愛，今晚齊嚟進步人生。Wake up，Upro，四肢聰明美白免疫力嘅活力青春熱力，到冚住 White blood cell，Red blood cell，calling，antibody，antihaging，自帶 T 星 POD，卡住高有冇視類卡哇伊哇開。在港日之間有一個結合健康、教育、科學與文化嘅平台，四色子白飛青係品牌核心力量。我係 Ray，2026年創辦和賢健康優 Waken Healthy Pro， 致力成為你的健康伴侶。和象徵和諧與日本，賢代表科學研究與探索。和賢的日文發音是 Waken， 而英文 Waken 即醒活之意。Pro 係你嘅卓越專家，係你嘅優鋪。四位品牌女士象徵腦部智慧、免疫守護、活力血氣與青春自然，成為現代人健康痛點的四大護法，共同打造日和香港的健康願景。網站支援中英日三語，服務重視健康的家庭、學生以及喜愛港日文化的朋友。指引者子苑和一象徵認知與智慧，思考敏捷。Fango 記憶力支援並幫助保持清爽思維與專注力。百神女相思日雪代表免疫與純潔。Fango 免疫支持補充品激活白血球，提升免疫力與光彩。飛哥香蓮象徵活力與氣息。DHC 鐵補充並支援紅血球運作，補鐵更有精神。青武士青草綱美代表青春與自然。資生堂 EXA 膠原飲品令肌膚回彈亮麗，保持青春活力。四色主題嘅服飾商品有 T-shirt、hoodie、忍者服、神女服、和服同武士裝，全部印上中日英三語嘅潮語金句，加埋嘢有拼音，成個風格自然流暢，融合日本美學同教育味道。四色神話帕系列仲有杯、筆袋、手機殼、磁扣、扇子等，把科學融入日常生活，等學生同家長隨時接觸知識同文化。四位角色同時係 Udemy 同 YouTube 嘅助教，忍者教物理，神女教數學，公主教化學，武士教生物，令公式、實驗同生命科學變得有故事、有趣又易明。香港首個三語 J-pop 女團日和香港以粵語、日語、英文演唱，四位成員逢星期五推出 podcast， 把角色、音樂同文化連結起來。Upro 創辦人兼學術指導係 Ray， 於劍橋大學修讀神經解剖學、傳染病學本科同醫療保健數據科學微碩士，並獲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 MEXT 獎學金，在日本生活18年，任教數學、化學、物理多年，包括京都立命館宇治高校、Lakeland 大學日本校、香港拔萃男書院 IB 校。YouTube 上載超過2000條數理影片，提供功課支援同學習。基因顧問係劍橋物理博士 Hintek， 菲臘親王獎學者，中文大學醫學院訪問學人，香港會考百里一 B 全港第2名。醫學顧問係老人科斜線內科專科楊斌醫生。Ray 學生成績一向頂尖，有會考百里一 B 全港第2，現為劍橋物理博士嘅 Hintek， 亦有拔萃女書院高考5A 全港第1嘅狀元。2015年，佢帶領江門第一中學打破國際高考奪利紀錄，原本全科不合格嘅 Amy， 只用3個半月就做到3A 星號1A 全優狀元，獲 CUHK 優先取錄同36萬獎學金。2020年10月，10歲嘅 Justin 成為香港最年輕取得培生國際高考有數學高級程度 A 級證書嘅小學生。Upro 將推出由神奈川橋本 Hara Group 支援嘅30日夏日溫泉遊學團，家長同學生入住 Laxowin， 每日免費浸 Roten Garden 天然溫泉，享受多款湯池同自助健康早餐。30日學習、休閒加文化體驗，只需2萬港元。行程包括參觀超電導磁浮 Linear 中央新幹線橋本站國家工程，預計2030年開業。未來東京至名古屋只需40分鐘。並由 Hara Group 帶領參觀橋本企業、學校同設施，了解日本企業文化，亦會遊城珊瑚，與日本學生交流，上日語課，並簡單認識當地生活同不動產環境，屬科技、文化、語言同社區結合嘅深度考察。同時會參加羽田村花火、燈籠樓、八王子祭、橋本盤舞、七夕祭、津九井湖夏祭，並到訪淺草病地總部同世界皮包博物館。30日內真正玩盡日本夏日祭典與文化，體驗傳統、現代同學習嘅融合。祝各位家長同學生有個健康愉快嘅暑假。